歡迎收聽協康電台講聲你知，我係主持 Amber。上集我哋講到特殊幼教同埋家長關係，今集我哋邀請到特殊幼教蘇老師，為我哋講下對 SEN 學生嘅教學方式。Hello 蘇老師。 Hello Amber。 咁其實咧 SEN 學生咧有啲咩嘅教學方法㗎？我哋對於每一位學生咧都會用唔同嘅教學方法。針對自閉症小朋友，我哋就用咗結構性教學法，意思係我哋會透過環境嘅安排、教材嘅設計，俾小朋友喺有組織同有程序嘅方式底下完成工作。對於一啲發展遲緩嘅小朋友呢，我哋喺課堂上面就會滲入一啲對話式閱讀嘅元素，幫助佢哋發展語言能力同埋社交溝通。而一啲未有發音能力或者表達困難嘅小朋友，我哋就會採用啲電子設備、智能嘅輔助，去幫佢哋用一啲代構式溝通嘅方法表達自己。咁你覺得有邊啲資源其實對佢哋嚟講呢係特別需要嘅呢？現階段我覺得協康會所推行 Pet 親子遊可以幫到好多自閉症嘅小朋友家庭。喺個課程入邊，小朋友同家長嘅親子關係有明顯嘅改變，而慢慢喺家庭着手，可以幫到好多小朋友感受到原來自己係被理解、被聆聽嘅。另外，我認為遊戲治療都好需要咧喺學前階段推薦俾 SEN 嘅小朋友。好多情緒行為問題、固執性嘅行為問題，其實都係有機會咧有跡可尋㗎。遊戲治療可以幫助小朋友建立自尊、自主、自信，而呢啲都係我覺得 SEN 小朋友好需要嘅元素。咁有唔少家長啦，其實都想自己小朋友無論返學啊、出街啊，都可以同唔同人去相處咯。咁其實喺大人嘅角度嚟講，又可以點樣同佢哋相處呢？ SEN 嘅學生咧，其實都有好多種類，有啲時候佢哋可能係未被理解，或者咧係欠缺自信先唔去同我哋溝通。只要咧揾到方法，再投其所好，就可以同佢哋溝通噶啦。我建議咧，同 SEN 學生溝通社交嘅第一步咧，就要引起佢同我哋之間呢個共同專注，即係我哋會唔會同一個時間咧去望住嗰一樣嘢，我又望住嗰樣嘢，而佢又有興趣望住嗰樣嘢，帶起咗呢個共同興趣先。然後咧，大人又要諗下，要提住自己，避免過多嘅介入啦。會唔會主導晒成個對話過程，要佢跟你講嘢？咁其實咁樣小朋友會好大壓力噶。咁反而我哋要做啲咩呢？我哋可以慢慢咧去觀察乜嘢嘅方式小朋友先會感受到最放鬆啦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按翻自己嘅節奏咧去學語言？最後咧，我成日都會鼓勵多啲家長唔好吝嗇咧去讚佢哋嘅小朋友，多啲鼓勵，多啲理解。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，都係建立溝通嘅好方法。自信心咧都係由父母嘅讚賞而嚟㗎。有時候小朋友發出簡單嘅音，成人都可以咧去讚小朋友。例如，哇，你同咁樣講出嚟咧，媽媽好開心喎。媽媽聽到你有咁樣表達喎。哇，你咁樣講咧，有啊，講得好好啊。呢啲咁簡單嘅說話咧，其實小朋友係好易咁樣聽到啦，同埋明白原來我講嘢咧，媽媽中意㗎喎，原來我講嘢咧係好㗎喎，咁樣咯。咁做咗呢一行咁耐啦，有冇 case 可以分享一下？其實你見到佢由入學嘅時候啊，同埋佢去到畢業嘅時候個轉變係好大嘅呢？有啊，其實咁多年嚟咧，都有好多唔同嘅個案令到我好深刻。曾經有一個確診自閉症嘅小朋友，佢好多時候咧都會出現固執性嘅行為，呢個情況咧令到佢成日都會發脾氣啦。佢又唔中意咧同人一齊相處，一個對望一個溝通咧，其實對於佢嚟講都好難，好似咧活咗喺自己嘅世界裏面。但隨住我咁樣講啦，做家長同埋老師，只要揾啱方法，投其所好，用啱嘅方法咧進入佢哋嘅世界，佢就會慢慢咧出翻嚟噶咯。嗰位小朋友咧，佢開始明白自己原來係有決定權啦，原來佢係可以被父母啊、被老師理解，佢慢慢咧願意點樣去同人哋去溝通，佢更加咧對學習咧產生咗興趣。呢個小朋友咧，佢又唔知點同人哋相處啦，去到今日咧，佢竟然佢可以去同人合作，佢可以同父母一齊去共同做一樣嘢。最後喺畢業嗰年咧，佢上咗輕度嘅小學。而今日咧，我去睇翻佢嘅社交媒體，佢原來已經喺小學裏面攞咗模範生。我知道咧都會覺得好開心，因為佢過往嘅努力，佢過往咧俾老師啦、俾父母嘅接納，令到佢今日咧都會有一個好嘅發展同進步。今集唔該晒蘇老師1連4集嘅分享啊！下星期繼續講聲你知，拜拜。